嗱，有金沙洲嘅街坊同你報料咧，就係琴日晏晝呢個彩濱北路西海岸公交站嘅候車座位上面有幾篤黃金嘢喺上邊喎嚇，臭嗰隻黃金啊！聽講唔淨止一鋪噶啦，咁啊舊年都有咁嘅情況，邊個咁冇公德心啊？借多睇睇佢。在2月24日，就有市民反映彩濱北路公交站嘅候車椅上出現咗大便，嚴重影響居民出行候車及周邊環境。白雲區金沙街道接到反應之後，已安排環衛工人進行清洗。然而，去到尋日3月1日，又有市民發現同一個公交站嘅候乘椅上再次出現排泄物。我感覺是人的吧，本來想去坐的，然後突然之間看到嚇我一跳。今日中午記者嚟到涉事公交站，發現排泄物已被清走，但座椅上仲留有中褐色嘅痕跡。後車嘅乘客見到呢一幕，紛紛避開。唔知嗰兩篤咩嚟㗎？唔知喎。你啱先你冇見到喎係嘛？有，所以我坐嚟呢個邊邊，我見到佢黑吖嘛，我以為即係唔知放啲咩喺度啫，梗係唔好啦。唉，冇啲公德心。前日已經有啊，我經常呢度搭車啊嘛。呢地喺呢度一嚿，嗰度一嚿，可能一個從一個人做㗎啦，好糟糕啊！呢啲人好邋遢啦，冇道德啊！真係。咁如果佢真係急事嘅話，後面呢度咧都係一片草叢。咁當然啦，我唔係話呼籲大家過嚟呢度屙屎，喺呢度屙屎同樣好唔文明嘅，但係點樣都好過屙喺張凳度啊！喺呢片草叢上咧，都係可以發現有幾篤屎嘅，呢度一篤，嗰度一篤。另外有街坊回憶，最早喺2025年10月，呢個不文明現象就出現啦。冇錯，同上次一樣嘅，我咁同一個人，100%同一個人，嗱，仲大過上次，基本上成狀率一樣，呢個人消化力好強。我都唔敢坐嗰度凳啊，我唔敢坐，我都驚啊！嗰日睇到我都話驚。有個女仔嗰日仲我啱我哋喺度等車。我睇到嗰個女仔就嚇，佢想坐，哇！嚇到佢退後2步，嚇到佢。針對呢一情況，金沙街道回應，接到反映後，市政所已安排工作人員立即對彩濱中路公交站候乘椅進行沖洗。社區工作人員已喺彩濱中路公交站張貼溫馨提示，同時已將該情況報金沙派出所查附近監控錄像，後期將根據監控錄像結果作進一步處置。下一步，金沙街將加強巡查管理工作，加大保潔力度，加強周邊市民嘅文明勸導，對發現嘅問題立刻處理。真係辛苦咗車站嘅保潔人員啦！啊，我哋又真係好想問多句呢位朋友，你到底係咪真係急到咁嘅程度呢？定係對呢個公交站有啲咩特殊嘅情結呢？如果係身體不適啊，附近就有廁所㗎。如果惡作劇嘅話，咁啊真係好地諗諗呢種行為，唔單止損害咗你人格嘅形象，而且仲要嚴重破壞咗呢個公共設施。亦都希望警方能夠盡快通過監控鎖定目標，唔好再俾咁多個人出嚟搞震。